這一生也在進取，這分鐘卻掛念誰？我會說是唯獨你不可失去。好光陰似幻似虛，誰明人生樂趣？我會說為情為愛，仍然笑對。誰比你重要？成功了敗了也完全無重要。誰比你重要？狂風與暴雨都因你燃燒。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。原來多麼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標。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。原來早不缺少。有了你，即使平凡卻最重要。冇風波，總沒太多，一分鐘那又如何？會與你共同度過，都不枉過。風戀多，錯誤更多，如能重新做過，我會說願能為你提前做錯。誰比你重要？成功了敗了也完全無重要。誰比你重要？狂風與暴雨都因你燃燒。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裏一分一秒。原來多麼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標。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。原來早不缺少。有了你，即使平凡卻最重要。一分一秒，原來多麼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標。一追再追，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。原來早不缺少。彷彿人群裏最重要。有了你，即使沉睡了，也在笑。望住我度錄幾樣，好得笑。
梁建邦咧個表現都幾鬆容嘅，但係技巧上邊係點樣咧？我交俾評判。頭先聽你唱呢首歌咧，就覺得冇乜好大嘅話好差或者係好明顯嘅瑕疵，但係就我自己喺呢度聽嘅話，就進入唔到你歌曲嗰個境界裏面咯嚇。咁呢首歌可能係有啲人生嘅感嘆啩嚇，即係追求啲乜嘢咧咁樣嚇。所有嘢過咗之後，其實最簡單嘢就係身邊，不過我哋睇唔到咁樣嚇。但係我都好遺憾，就唔係好到嗰個點咯。可能係你嘅表達嘅手法啦，你比較鬆容嗰個氣氛，所以唔係咁凝聚嚇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唔係好進入到你歌曲嘅境界裏邊咯嚇。咁有啲歌曲係可能平時聽冇乜問題，但係如果係一個比賽嘅場上面嘅話咧，咁佢可能唔係咁壓得到台，或者唔係咁搶耳嘅嚇。咁可能亦都唔係咁容易表達到自己嘅特色嘅。咁所以都係嗰句要揀一首好嘅歌嚟參加比賽。好唔係話首歌嘅好壞，係適合比賽嘅歌咯。會睇到多啲自己嘅優點，或者你自己會做到啲特色喺首歌度出嚟嘅。咁我就會攞呢首歌嚟去參加比賽咁樣嚇。但係今日我聽呢首歌就覺得係比較平淡感覺。我見到阿邦王好似思蓮露，你識唔識思蓮露啊？其實你望下嗰邊，我而家先見到嘅。識㗎，係咪親戚㗎？唔識就唔識。咁結拜啦，你兩個。思蓮邦啊你。思蓮邦啊，我覺得阿邦王咧有啲位咧唱得好 hea 啦，即係有啲字咁樣求其拉過，但係咧就有啲字咧就唱到一粒粒跌出嚟咁樣，所以變唔到有嗰個凝聚同埋嗰個心情感慨嗰種情感唱咗出嚟咯。但係我唔係敷衍你講，其實你把聲幾好聽嘅。好。頭先我一見到你其實幾多歲啊19。嗱，其實如果19歲唱呢首歌嚟講咧，係真係可以100分㗎啦，去到。因為頭先我一睇追點追啊你咁，我真係會覺得係咪真係唱到？但係我一聽嘅時候咧，我係真係有 surprise 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呢首歌太靜啦。其實你由開始個位，你已經有一個有 beat 嘅感覺俾我。我覺得係唔係真係去平鋪直敍，同埋我睇到你個樣話俾我聽，你有個意境喺個腦度，你應該諗緊一樣嘢嘅係，成日都偷笑喎又係。唱到啲心情嘅位，佢會甜笑。係啦，所一定有啲以嘢。真係有諗過嘅呢排。諗緊邊個啊？其實即係好追求嗰啲嘢，但係覺得而家身邊一班朋友支持我，就諗呢啲嘢，即係唔使再追呢啲嘢。所以呢個心機係真係值得朋友鼓掌俾佢啦。即係唔使追女仔啦，有朋友就得啦嚇。好，過去睇睇佢嘅成績。我貌似思蓮露嘅梁建邦啊。係啦，咁啊兩盞燈嘅話咧，就可以順利進入 live jam 嘅環節㗎啦噃。一盞燈當然冇問題啦，第二盞，恭喜晒！順利進入 live jam。